銘兆食雞專門店創自2019年，我哋不斷咁深化食雞嘅文化，追求創新，希望揾翻屬於廣州食雞嘅味道。咁我哋為咗街坊可以安心咁食上好雞，咁我哋喺源頭上嚴格咁把控品質，選址喺肇慶牙滘嶺呢個原生態嘅山地下飼養，讓雞可以喺呢個環境下健康成長。美味源自純天然，我哋嘅跑步雞原生態大山裏邊養殖，讓雞回歸自然，每日喺山地樹林之間自由奔跑，跑足160日，保證充足嘅運動量需求，咁樣長大嘅雞先會肉質緊實。運動足都要食得好，為保證每隻跑步雞嘅營養，挑選優質五穀雜糧，搭配營養配方，精心配餐天然穀飼餵養。水源供自牙滘嶺山泉水，專業養殖團隊管理雞嘅食糧，定期檢查雞嘅健康狀況，讓雞能健康出欄。而銘兆嘅跑步雞咧，一定要嚴選160天嘅標準跑步雞。咁點樣揀隻跑步雞咧？首先就係雞冠一定夠紅潤，咁雞嘴一定要夠堅硬。最關鍵嗰點咧就係雞咧一定要夠日子，又一定要生個蛋。從牙滘嶺每日新鮮配送到廣州。從山地到餐台，每隻跑步雞都要精挑細選，秘製香茅醃雞鹽醃製，入水淥雞，令雞皮迅速收縮定型。再掛上脆皮水。晾乾後塗抹2層脆皮漿，最後入爐150攝氏度高溫明火燒製，用優質跑步雞做嘅燒雞，燒到皮脆爆汁，肉質嫩滑。銘兆跑步雞，由細跑到大。